请问宿醉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宿醉。美秀这边是酒醉未退。哦，是大家吼，我想拢有这个经验啦吼。咱若今日啉酒，甲第二天的时阵，头壳会足痛，嘛是共款足想要吐，一直啉水，一直啉水嘛，一直足想要吐，就是醉甲第二天啦，就是酒醉未退啦。是啦，嘿，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假暝醉。哦。为什么？假暝，嘿，就是已经浪一暗过啊，假一暝啊，吼，你搁咧醉，亲像酒醉未得，听起来吼伤简单。台语就是爱讲一下迄个无共款的讲法，你听起来就会知影哦是安怎，所以叫做假暝醉。好，咱两队的两组的四组的观众哦，拢是正确的啦。拢是假暝醉就对啊啦吼。华语讲宿吼，就是咱去。会当大个所在过一暝啦，咱就是讲，你暗时啉酒吼，啉伤济，已经酒醉啊，去困一暝，到第二天精神的时还感觉头壳咧痛，还感觉哪想要吐，这就是迄个醉吼，过一暝还搁伫咧啦，所以咱讲做假暝醉。